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集嘅妙道化語咧，就同大家講開悟證悟。咁因為點解要講開悟咧？因為我哋發覺好多人咧，尤其是想修行嘅人，都成日將開悟咧當咗做一個目標，咁變咗咧就好容易執着啦。因為咧好多人會以為開悟啊，即係你修下有神通咁啊叫開悟咁樣。咁其實咧，我哋覺得咧開悟咧係一個過程，一個體驗。係一個進行中嘅過程嚟嘅。咁我哋覺得咧，開悟之後咧，其實咧你嘅煩惱越嚟越少，你嘅心越嚟越清淨嘅話咧，其實就係一種開悟嚟嘅。咁然之後更加重要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成日講悟後起修，即係你開悟之後咧，其實更加緊要嘅咧就要繼續修。修咩咧？修身口意，修你嘅慈悲包容。咁你慢慢由修而得證啊。當你發覺你真係煩惱好少，甚至冇嘅，然之後越嚟越清淨嘅，咁你先至可以講係開悟，然之後即係證明證實咗你自己真係開咗悟啦，你真係可以放低好多嘅嘢啦。